歡迎大家翻到嚟2026嘉里建設呈獻5人冰球錦標賽。咁有我 Jason， 我隔離英，咁嚟為大家旁述呢場 Women Division 嘅 Final， 由 WeHo Elite 對 Abu Dhabi。講下兩隊嘅晉級路線先啦。WeHo Elite 係以全勝嘅姿態進入呢個決賽嘅。咁而 Abu Dhabi 咧就喺小組賽時候對 WeHo Elite 咧以3-1嘅落敗。喺 Semi Final 以3-2贏咗 Sweater Rhythm。雙方雖然之前咧都一個對賽啦，咁其實雙方實力咧都好平均嘅。WeHo Elite 咧主要以香港隊嘅主力成員為主，咁而另外一隊 Abu Dhabi 咧就會有部分香港嘅球員啦，同埋部分外籍嘅球員嘅。主要喺中東嘅球員，有啲係加拿大球員。可以留意下 WeHo Elite 嘅部分主力球員有27號 Renee Ng， 仲有28號譚詠希。相反Abu Dhabi 嗰邊咧，可以留意下Kevin 3號嘅球員，仲有2號 Taylor Wood， 仲有10號 Estelle Yip。咁頭先啲 Jason 都講過啦，白色衫啊，WeHo Elite咧最主要嘅球員咧都係現役女子代表隊嘅一啲隊員嘅。咁咧我相信咧佢哋已經有一定嘅默契啦，而且喺戰術執行方面啦，佢哋都一齊練習咗啦，都一兩季啊咁樣嘅。咁我相信佢哋呢個默契啦會非常之好。另一邊咧 AL Derby 咧。OK， 佢哋咧就有唔同嘅國籍嘅球員啦，有啲係嚟自阿聯酋啦，有啲嚟沙特阿拉伯啦，香港啦、加拿大咧都有嘅。但係咧睇到佢哋嘅進軍嘅成績咧，其實不斷咧都唔錯嘅。咁佢哋相信咧都有翻一定嘅實力嘅。咁我相信呢場比賽咧絕對係會非常之刺激。咁亦可以留意下我哋兩邊嘅守門員啊。有Kiwa Mock 同埋Sumi Chow， 兩位都係香港代表嘅成員嚟嘅。比賽即將開始。熒幕左攻右白色衫就係 WeHo Elite 啦，而另一邊咧就係 AL Derby。好啦，一開波傳過呢度見到藍色衫呢度頭先講嘅 Camel One 啦，3號啦嘅球員咧非常之有實力啦，因為咧其實喺比賽初段啦，我哋比賽嘅早期咧都好多分咧都係佢得到嘅。呢度試下傳過嚟中間，可惜解圍不遠。中間 Renee 傳翻俾中間俾呢個15號嘅 Tracy， 面對住呢兩個球員嘅 forecheck 咧，仍然非常之冷靜㗎。傳翻俾你呢邊77號球員。喺度一輪混戰究竟可唔可以將個波打到出嚟呢？結果係俾到WeHo Elite嘅球員咧攞到個波，中間做一個施射咁值得一提Abu Dhabi嘅守門員Sumi Chow 都係女子隊嘅成員之一嚟。防守區嘅一個 face off 啦，喺 Abu Dhabi。飛手去咗左邊，仍然咧由WeHo Elite嘅球員攞到波，嘗試傳去中間可惜啦，俾10號 Estelle Yip 攞咗波，嘗試去中間做一個突破中間面對住1對1嘅防守球員，一個 offside 會喺 WeHo Elite嘅前場一個 face off。
咁啊，阿布達比一個大棍打咗入去前場嘅，咁啊仍然一個逼搶，咁啊但係打唔到前場，咁啊一個反擊啊嘅機會傳中，一個施射，咁啊俾守門員擋出，咁啊但係仍然係壓制住喺前半場，有喺龍門後面兩個一個波 check 啊，仲有就施射完全冇人喺中間，一個轉身射門啊，可惜斜出。L Derby 嘅後防啊，都唔係話特別即係放鬆佢哋嘅。呢度傳過嚟，做一個揾我一個假動作，去中間一個單手射門啊，可惜啊，俾V Ho 二啲嘅守門員 Q 擋到。依家仲有兩個龍門喺前面，一輪混戰啊，最後咧終於俾 V Ho 二啲解圍啦。去到中間呢度嘗試做一個反擊，可惜啊，呢個傳球接球失誤啊，令佢挨成。而咧球證咧亦都非常之快咁樣去到咧 V Ho 二啲嘅 bench 前面啊，唔俾佢哋咧換人啦。睇翻呢個重播，呢個仲有一個1打1嘅一個扭波非常之靚啊，但係咧有少少失平衡，用咗單手咧去施射。咁啊，短短一次攻門咧都已經咁有。呢度睇翻呢度 face off 個波咧仲未球仲未夾到，係啦，俾後面呢度中間有兩個人打板落去，又係另一個 I 城。球證咧 wave up 咗啊，可能咧因為見到咧V Ho 二啲嘅球員咧係喺呢個攞波嘅嗰度時候有優勢啊，所以咧將個 I 城就取消咗。望住呢度咧落去嗰粒頭度，仍然咧選擇咧 V Ho 二啲咧會有兩個球員咧去做一個 forecheck 傳去中間，中間個施射做得非常之好啊！20號嘅 Sumi Chap 望翻嚟呢邊一個 D to D 作為一個反擊，傳俾中間。傳俾一個大斜線，可惜係俾人哋識穿咗。呢度利用一個挑傳啊，傳喺前面啊，究竟可唔可以攞到呢個波咧？又係另一個 I 城啊！咁開咗呢個 face off，又係一個打板解圍，呢個轉身一個回傳，但係咧冇一個 V Ho 二啲嘅球員咧喺後面咧去 support 啦。呢度傳過嚟 L Derby 嘅一個 D to D， 另一邊反擊喺個左路嘅入出，上司嘅射去龍門口啊，可惜啊，俾 V Ho 二啲嘅球員咧擋住咗。係一個防守區將呢個波咧打咗掂到上面啦。負責保護安全觀眾嘅一個看網啊，所以咧球證就會吹停比賽，然後咧做一個 face off。咁傳上嚟啦，一個施射，中間咧有3個 V Ho 二啲嘅球員喺傳上嚟中間呢度，27嘅 Ranning 喺側邊望中間傳到一個 tip， 可惜啊過唔到 Sumi 嘅守門。呢度想中間做一個反擊啦，可惜啦，俾 V Ho 二啲嘅球員咧擋住咗。呢度仍然係攞波嘅，仍然係 Ranning 嘗試一個中間施射。佢嘅15號呢度仍然用上面嘅球員比較做一個進攻嘅一個攻勢啊為主啊。好，嘗試傳到中間啦，可惜就即刻俾人咧搶咗波。咁一個反擊啦，利用個板。咁啊，又有一個 I 城啦。咁啊，都有幾次呢個阿布達比一個傳送嘅失誤啊，導致一個 I 城。好，咁一個 face off，V Ho 攞到個波嘅，仍然喺前場。咁啊，但係俾阿布達比嘅球員攞到，帶咗去右路入去，壓咗入去，但可惜做唔到個射門，但係仍然保持，諗住揾人傳啦。咁啊，但可惜失平衡跌低咗，但係仍然喺龍門後面，因為球證吹罰咗一個犯規，一個 hooking 啊，咁就會係22號 Apple Wong，sorry Apple Wong
攞一個 hooking 嘅 penalty 啦。咁而家咧 Air Derby 咧就會有一個5打4嘅情況出現啦。咁就咧有2分鐘人多打人少嘅機會，究竟可唔可以咧喺呢2分鐘裏面咧幫我哋為啊 Air Derby 咧入到一球咧？傳翻嚟啦，俾到呢度 defense 用手接咗落嚟，咁啊到又係 defense 傳咗去側邊，又傳翻上個 defense 嗰度一個試射，射咗去龍門後面，彈翻出嚟。守門員咧 Kira 咧非常之冷靜啊，將個守門波咧打翻出嚟。咁我哋睇到 Air Derby 咧個 power play 咧，哇！呢個中途先就非常之行啊，但係咧可惜唔中個門。咁而 Viu 呢有冇一個反擊機會？咁佢選擇一個打走嘅，咁誒以消耗呢個2分鐘嘅犯規時間。咁啊一個傳送嘅失誤啊！咁啊 Viu 呢會點樣做呢個攻勢咧？咁啊傳咗線前場，呢都係大車傳，咁啊可惜冇人接應。咁啊阿布達比一個後防一個攻勢又傳咗去俾對手啊！咁啊雙方好多傳送嘅失誤啊！暫時開波一個早段嘅時間，咁一個有咁啊睇到雖然一個人多打人少啊，但係好似唔係好把握到呢個攻勢。咁啊而家入到前場。過咗一個㗎啦 ，SL 葉咁啊試下傳去中間，但係可惜冇人接應啊。咁咪打翻去龍門後面先。咁啊2個去夾一個嘅，咁因為人多嘛，所以我哋就會善用呢個2個去 forecheck 啊。咁啊好勤力啊，咁啊回防翻，咁啊呢有一個可惜俾人逼甩咗啊。咁啊一個 offside 咁啊。阿布達比一個重組一個攻勢，傳咗去，哎呀有一個傳波失誤啊！可唔可以把握到咧？咁啊可以搶翻嘅。咁啊而家已經係5打5嘅情況嘅啦。咁啊暫時比數都係0-0啊。一個重新組織攻勢啦，後防2個 D pass 再入鬆，入咗之後咧會唔會有機會施射咧？想住喺中間啊，可惜啊，俾 Air Derby 嘅防守球員啊將佢打走。咁頭先咧仲想讚一讚 Air Derby 個 power play 啦，好似幾有 form 喎，但係咧可惜最後連幾次咧都係入唔到鬆去 set 好個 play 啊！呢度中間扭出嚟，依然係咧 Air Derby 嘅一個反擊啦，但係咧傳送嘅失誤咧又係啦。咁我哋睇得到咧 Air Derby 咧，其實佢哋咧並唔係話冇呢個控球權嘅，只不過咧有幾次嘅機會啦。都係因為球員咧可能嘅接球失誤咧，令到將個控球權咧轉送翻俾翻 V 豪爾啲。咁啊而家到 V 豪爾啲嘅 D to D pass 傳咗前場，又係一個失誤啊！咁啊俾人攔截咗。一個個人突破過咗一個，但係仍然有隊友嘅接應，咁啊傳翻去後面嘅，但係一個逼搶。咁啊1對1嘅情況，咁啊去咗龍門後面睇下，等隊友 support 嘅傳咗去龍門口，咁啊彈咗上邊啊，咁啊守門員 cover 咗個 putt，咁會喺阿布達比一個前場一個 face off 嘅。咁啊都睇到雙方啊好多喺 neutral zone 嘅一個傳送失誤啊，咁未組織到啲好有效嘅攻勢。咁啊一個 face off 贏咗，咁啊一個反擊嘅機會啊，打板自己追翻，咁啊試下嘗試傳去中間，咁啊龍門口嘅一個彈起咗，所以未能接應啊。咁啊到 Will Elite 點樣組織咧？咁啊首先打出張藍線啊，咁啊去翻對方嘅防守區。咁啊一個大斜傳又送翻個波俾 V 豪喎。咁啊起一個犯規啊！咁啊球證舉咗手，咁啊應該係阿布達比嘅 PK 係啦，嘅球員一個 tripping 犯規啊！咁啦喺第一節時間完之前啦，有一個人多打人少嘅機會啦。
咁可以帶到落去第二節啊，咁可以中場嘅時候會有啲咩調整呢？咁啊一個大棍打走，咁啊但仍然有10秒唔夠10秒嘅時間，咁啊 Vandim 一個個人突破入咗去右路，咁啊時間夠鐘啦，咁啊第一節完結，咁啊暫時0-0啊，咁啊第二節開始嘅時候呢，咁Viho Elite 呢仍然會有一個 power play 嘅時間嘅。咁我哋頭先睇咗第一節比賽啦，兩隊波啊都非常識得利用個板邊啦去做一個出波啦，但係啦，用板邊出波嘅始終缺點咧就係個準確性咧就會比較低，所以咧見到咧未必兩隊都未必咧 make 到一啲咧好完整嘅 play 嘅，咁但係唔緊要嘅，咁咧會令到比賽節奏更加快啦。咁啊睇下兩邊咧究竟邊隊可以把握到每一次出到鬆嘅時候咧嗰個進攻嘅機會嘅。咁依家暫時啦 Viho Elite 啦會有大約分零鐘啦嘅 power play 啦，呢個5打4啦。咁我頭先都講過啦，其實 Viho Elite 裡面嘅成員啦，主要都係女子隊嘅代表隊嚟嘅。咁唔知佢哋咧應該就會有喺有呢個相關嘅訓練啦，去練習咧人多打人少嘅情況下咧應該點樣做嘅。咁我哋就睇下究竟呢分幾鐘咧，可唔可以幫佢哋咧為呢個比賽嘅中段啊攞到1分嘅優勢。咁啊個 face off，咁啊 Viho Elite 攞到佢，咁啊傳去前場，咁啊但係俾對手攞到啊，咁啊仍然一個逼搶，一個 reverse。好啦，上到嚟啦，究竟係咪一個有效嘅入鬆 make 到 play 咧？行咗側邊，會唔會揾到人傳波咧？咁啊但係都係俾對手搶到啊，咁啊反而一個反擊嘅機會啊。咁啊，傳咗去中間，可惜㗎，因為打少個，冇人喺中間接應。咁啊，到翻Viho Elite呢一個反擊啊，咁一個側邊嘅施射啊，咁啊球證吹停咗個比賽㗎啦。咁啊，都睇到雙方嘅守門員啊，都好集中啊。好，咁啊仍然喺呢個 Abu Dhabi 嘅防守區一個 face off，咁啊傳俾中間啊，可惜啊，俾Abu Dhabi 嘅防守球員啊 Tyler Woods 喺中間瞓低擋住咗，咁個球咧仍然仲喺 Viho Elite嘅棍下嘅，可惜啊就喺下面俾人搶咗啦，吸翻嚟中間傳翻俾中間呢度，雖然4個，但係咧仍然都係持球，哎呀可惜啊，呢度有一個 offside 情況。咁啊，雖然睇到Abu Dhabi 一個PK 啦，咁一個 short hand 嘅情況，但係都好進取一個反擊啊，打一個。咁啊 Viho Elite有一個 regroup，咁啊打咗前場，咁睇下入唔入到鬆啦，打咗個底度，咁啊一個係逼搶，咁啊 Abu Dhabi 一個大棍解圍，係啦，咁啊但係睇到佢一個好進取嘅一個 forecheck 啊，10號嘅 SLE， 咁啊但係可惜攔截唔到，咁啊睇下 Viho 有咩一個 toe jack 過咗1對1啊，咁啊射翻一個地波，咁啊俾守門員擋到啊，咁啊得個 D to D pass， 一個 point shot， 咁啊俾守門員接實，咁都睇到 Viho Elite 咧都運用個 putt 咧都好好啊，由前場啦運位去。之後再試下有啲 point shot 啊遠射，睇下會有啲個門前一啲混戰可以得到第一個入球啊！咁 power play 咧得翻4秒嘅啫，咁啊即將會5打5㗎啦。嗰個 face off 咁啊 Abu Dhabi 嘅一個打走先，咁啊 Viho Elite喺後半場一個個人突破，咁啊有隊友嘅補位，咁啊但係喺藍線前又甩咗波啦，咁啊。Vandim 睇下個人喺右路一個個人突破過咗2個，係啦，傳喺中間一個施射，咁啊俾守門俾後衞擋到啊，咁啊但係仍然喺 Viho Elite嘅棍下，咁啊但係一個逼搶甩咗，但係好彩又有後衞去 cover 咗，
板邊傳中，過咗一個㗎啦，但係係啊，咁啊一個犯規啊，係阿布達比嘅防守球員一個哭瓊啊！睇翻慢鏡，過咗去中間，哎呀勾住咗佢，係啦，咁就俾球證吹罰咗。咁啊 ，Will Elite 又會有一個2分鐘嘅人多打人少啊！咁同頭先嗰個差唔多啊，又係咧一開始輸咗 face up，又係有機會咧清走個波啦。咁我哋頭先啦嗰2分鐘嘅 Will Elite 嘅 power play 啦，咁啊其實入鬆嗰個情況咧並唔係話太樂觀啊，因為好多時候啦入鬆之後咧 make 嘅 play 咧都未必可以 set 好嘅 play 咧，就已經俾人哋打走咗出去啦。咁我諗呢樣嘢要留意一下。呢個 face off 非常之搏命啊！傳過嚟呢度，中間一個施射，守門員啊 Sumi 最後做得非常之好啊，將個波咧控制到佢嗰頭後。呢度雖然啊打少一個，依然係非常之咁 aggressive 嘅 forecheck 啊，帶上嚟，好啦，非常之哎呀，可惜一個傳球失誤，又俾人哋又嘥咗30秒啦。嗱頭先已經講過啦，頭先已經發生過呢樣嘢啦，就係 Will Elite咧個 power play break 啦並唔係做得非常好啊，所以咧有時咁我都會浪費咗時間啦。好呢度轉翻過嚟 Kira 咧，龍守門員 Kira 咧出嚟幫嚟停一停個波。咁啊行出嚟做一個 drop pass， 好之後27個 running 羅波做中間做一個突破，會唔會再一個犯規咧？冇錯啦，球證已經舉手示意啦，應該係一個 tripping。咁啊會即將會一個5打3嘅情況啊，咁啊一個好大嘅優勢啊，睇下 Will Elite點樣把握呢個5打3嘅情況啦。face off 都係唔夠對手啊嘅 face off 厲害啊！咁一個打走先，咁啊都係啦，盡量去拖延呢個利用打走個波呢啦，就消磨咗呢個時間啦。我喺後面呢，有少少失誤個控球嘅，唔緊要。頭先被侵犯嘅27號 Winning 帶翻嚟中間呢度，選擇向前行 kick 攞波，會唔會用上面嘅隊員呢？哎呀，又係非常之，又將個控球權送翻俾對手啊！對手亦都選擇咗用打走嘅一個戰術啦，消磨佢 power play 嘅消磨佢哋 penalty kill 嘅時間啊！呢度攞個波向前行，去到龍門後面揾到人幫手咧，非常之 aggressive 嘅，就算打少一個都好，都仍然係非常之咁落力去追啲波啊！好啦，望住呢度傳俾個對面嘅 pass， 一個射近處可惜啊 ，miss 咗龍門啊！呢度俾中間底，究竟可唔可以揾到人傳波呢？非常分身嘅防守，將所有嘅傳波路線咧都封死晒啦。結果呢，呢個5打4嘅機會呢，都係冇幫到Will Elite咧做到啲乜嘢優勢嘅。咁咧仲有其實仲有40幾秒5打4啦，都依然係有優勢嘅。咁究竟會唔會掌握把握到呢？咁呢度啦，出到波出嚟，控咗波俾側邊，試下傳俾中間，啊可惜係一個 offside。咁啊，都睇到 Will Elite咧，其實都想把呢個攻勢，但係可能太心急啊，咁好多傳波失誤啊。咁啊，仍然有33秒嘅 power play 時間，睇下可唔可以把握到最後呢個時段，可以入到波啦。咁一個 face off，咁啊 Will Elite攞個 D2D pass， 咁啊個人突破入咗前場，咁啊都係冇一個好好嘅入鬆啊，又係出翻嚟。咁啊又諗住打去前場，又俾人對手搶到啦。咁啊一個大棍解圍，係啦。咁啊有個 break out pass， 咁啊去到左路直線帶咗入去，一個橫傳，又係冇人接應住嘅，咁啊打咗落龍門後面，但係仍係對手攞到個匹啊，又係大棍解圍啊！咁啊，而家已係5打5㗎啦，需要會有挨成嘅，但係好彩隊友夠勤力啊，搶追得翻個波。咁一個龍門喺個後衞一個施射，咁啊 Kira 擋出，
都係仍然一個混戰喺板邊度，4個人。喺藍線前接停咗，打翻入去，但係打翻唔夠力啊，咁又俾人搶咗喺左邊，球傳喺中間，證亦都示意啊，係一個犯規。個 hooking 啊，阿布達比又要人少打人多啦。第二節時間剩翻3分鐘嘅啫。睇下 V 2呢可唔可以把到呢2分鐘嘅 power play 製造入球。好，呢個 face off。今次睇下會唔會組織又俾人對手搶到，打咗出藍線嘅。又係一個傳波失誤啊！仍然未入到鬆嘅，offside 添。睇到 V 2呢都好心急啦，盡量可以組織啲攻勢入去，但係仍然未有一個好有效嘅方法啊！我諗教練咧都要俾少少提示啊，或者少少戰術啊。V 2咧，因為咧已經唔係第一個 power play 咧，係咁俾人解圍㗎啦。我相信咧佢哋需要有少少指示，你話俾佢聽點樣可以入去咧 set 好個 play，然後打一個好嘅 power play。如果唔係咧，就會浪費咗好多 power play 人多打人少嘅時間嘅。呢度行喺中間，27個位咧望翻中間 set 好咗。傳俾側邊 D 到 D， 呢個起手，哎呀可惜俾人擋咗，又係一個俾人哋解圍。Kira 一個斜傳，俾咗 Van， 中間個人突破去咗右邊，又係過唔到啊！左邊一個施射，守門員擋出，喺板邊度睇下可唔可以有隊友幫手啦。V 號阿 Tracy 喺龍門後面。一個 reverse 呢邊27個人攞咗波之後俾上面，呢個有少少失誤啊，傳咗去腳度唔緊要。望中間一個完全空，哇！一個非常精彩嘅救門。望翻呢個上面一個交叉走位啊，可惜啊，俾敵人識穿咗啊！呢個望住後面非常之穩陣，做一個 regroup， 望翻中間又係一個3打2嘅情況，入到縮打橫行。見到中間有傳波，冇錯啦，但係咧傳穿雖然傳穿咗冇人接應，但係咧最後都係 V 2啲嘅人自己攞翻波。眨眼2分鐘嘅 power play 就得翻5秒鐘啊！今次個 power play 咧就比較多入進攻嘅機會啦，睇得出。射門咧亦都多咗，但係雖然又多射門多，但係仍然未好入肉啊，未係為咗 V 2攞到1球入球啊！好，呢度側邊傳翻嚟龍門後面一個，可惜呢個咧一個控球失誤啊！30秒 RSD 攞咗波，保護俾上面打翻落嚟下面。呢度2個人進行科車，哇！非常之一個凌厲嘅轉身啊！喺2個人中間穿過，做個反擊，再10秒會做成點咧？喺側邊攞波，轉身會唔會揾人 support 佢咧？但係呢 V 2咧仍然係會有2個球員咧埋身搶波啊！非常呢個判斷非常之好啊！因為時間咧其實仲翻幾秒咧，都揾幾個球員咧嘗試將個波韞住喺個頭度咧，咁就消磨時間，將呢個0-0嘅比數咧帶到下一節。V 2呢喺第2節咧，好多 power play 嘅時間啦，但係可惜未能把握到呢個優勢去拉闊呢個比數。暫時都係0-0嘅。相信第3節咧，會係一個好激烈嘅比賽啦。會有咩發生啦？其實都睇下阿布達比嘅防守其實都好好啊。即使有咁多嘅人少打人多嘅情況下，都可以抵擋得住啊。記得現場咧睇緊嘅觀眾啦，喺完場之後啦，今場同下一場咧完場之後咧都會有遊戲嘅，千祈唔好走開啊！睇到呢個好靚嘅撲救啊，射中守門員之 stick 啊！第3節即將開始㗎啦。
比賽開始，咁啊阿布達比一個 face off 成功喺左路帶入去，又係2號 Tyler Wood，咁啊嘗試一個個人突破，但係過唔到後衞啊，咁但係仍然俾防守球員後衞攞到波，一個施射，咁啊俾 Q 一莫沒收啊。咁我會喺 V-Hole 2啲嘅防守區一個 face off。好，咁啊傳咗去，咁啊一個用個手接住咗，咁啊攞翻落嚟 Van 一個個人突破，咁啊去咗龍門後面，仍然保住個波傳翻後面，咁一個 point shot，咁啊射唔中目標啊，咁啊去到另一邊打翻落底度，咁啊仍然喺前半場，咁啊壓制住喺龍門後面，睇下嘗試揾隊友 support。咁啊一個 reverse， 咁啊龍門後面又帶翻出一個 reverse， 咁啊都睇到佢哋有啲戰術上嘅默契啊，咁啊但係可惜冇人接應啊今次，咁啊一個個人突破 dump and chase， 咁啊自己搶翻，咁啊喺龍門後面嘗試保護個波，傳翻帶翻出嚟一個 reverse 啊，咁啊打翻落龍門後面，係啦，咁其實雙方嘅戰術咧都好相似嘅。我嘗試龍門後面或者中間一個施射，咁啊守門員擋到啊，接實。咁啊都睇到雙方啦，都喺龍門後面啦，希望揾到中間有個隊友接應啦。如果冇咧，就會做一個 reverse 啊，咁啊再可以拉空下其他防守球員。咁啊一個 face off， 咁啊一個施射啊，咁啊又係俾 Q 一摩沒收啊。咁啊都睇到其實阿布達比嘅 face off 嘅勝率咧都好高。咁又嚟啦 face off， 咁啊今次 V-Hole 2啲贏咗啦，咁啊打去前場，咁啊但係都係俾對手攞翻。咁啊個後衞試下嘗試一個個人突破，咁啊掉咗前場一個 dump and chase 嘅戰術。咁啊可惜今次進攻球員唔夠快啦，咁啊吹咗個 icing。咁啊推到第三節咧，阿布達比一個戰術嘅調動啊，少少 dump and chase 啊，咁啊令到 V-Hole 2咧嘅後衞要多啲去回防。咁啊見到啦，始終比賽入到嚟第三節啦，雙方嘅球員咧都已經累積咗一定嘅疲勞啦。咁我見到個比賽嘅節奏咧，稍為有少少慢咗落嚟。咁其實咧，有時冰球比賽就係咁噶啦，睇下邊個可以堅持到最後，仍然可以保持到一開始嘅速度啊、節奏啊去打呢個比賽咧，咁就咧更加容易咧有優勢。咁啊睇到阿布達比又係一個 dump and chase， 但係今次又係追唔到啊！咁樣嘅情況下咧，其實好消耗自己隊友體力，因為一追唔到咧就冇得換人咧，咁啊又要喺自己場區做一個防守啦。咁啊個 face off， 咁今次開咗去龍門後面，咁啊俾 V-Hole 2傳咗去中間，咁啊可惜唔啱手射啊，咁啊出咗藍線，一個嘗試一個 regroup， 咁啊但係個逼搶好強烈啊，咁啊仍然傳到出嚟嘅，去到藍線入咗去。喺板邊度，咁啊呢個位 turnover 非常之危險啦，所以咧都選擇咧將個波大力打翻落去嗰頭。呢度啊接到中間一個 one time 啊，可惜啊龍門反應非常之快。又係啦喺龍門後面啊，呢個 V-Hole 2啲嘅球員咧嘗試揾下中間有咩傳送啊，但係咧 L-Debbie 咧絕對唔會俾你咁容易傳到中間嘅。呢個非常之美嘅一個 toe jab，再一個射波，咁啊射咗上網頂啊，咁啊又會出一個 face off 嘅。咁睇到阿布達比嘅2號球員啊 Taylor Wood， 咁一個個人突破嘅表現啊，一個 toe jab 過咗去，再一個施射，可惜越楣而過。咁一個 face off， 咁啊喺個前場一個 point 打咗落龍門後面，咁啊仍然係阿布達比一個逼搶，咁啊 V-Hole 2啲一個 break out pass。咁啊 Van 右路帶入去，過唔到喎，咁一個龍門後一個混戰，
依家嗱非常之危險啦，3個嘅 V 好二啲嘅球員咧都落咗去下面咧，一反擊嘅時候咧就會發生呢個人多打人少嘅機會啦。哇！呢個非常之快嘅突破，去側邊一個轉身 delay，睇下會唔會上面有人幫手啦。揾緊人，揾緊人，呢度中間有個 one timer 嘅機會，但係咧失敗咗。即係舉棍非常之快球速嘅一個射門啊，可惜咧唔中落門。好，呢度喺條藍線之前咧，仍然喺度擾攘，非常之靚，冇將個波俾人打出藍線，將個波繼續可以韞住喺 V 好二啲嘅防守區嗰度。呢度仲有一個細細啦，15號嘅 Chase 咧，將用佢嘅速度咧去壓過LEW 嘅防守球員咧，攞到呢個波，又係一個等緊去整停個波啦，然後等緊隊友去 support 嘅一個戰術啦。但係咧好可惜啦，仍然咧俾LEW 嘅球員咧攞咗波，嘗試喺度撩高啦，因為有威脅啊，所以咧 V 好二啲嘅守門員咧都 Kira 咧都出嚟咧擋一擋個波。咁啊，嘗試喺中間一個試射，但係可惜打唔中個波啊！咁樣一個反擊嘅機會，2打2啊！咁啊，守門員準備定㗎啦，但係可惜射中後衞。咁啊，嘗試一個 regroup，咁啊又係一個打上前場，咁啊但係可惜又係送翻俾對手啊！咁啊 Will 爾啲，咁啊嘗試又係打翻上前場。咁啊，雙方咧應該體力都開始下降啦。咁啊，咁啊，特別一個藍線前一個接咗個波，又係過唔到後衞啊。咁啊，嘗試一個 cut back 傳咗去右邊，一個施射，咁啊守門員擋出去咗龍門後面啊，嗰個 V 班 control 好好啊。咁啊，一個 point shot，咁啊俾守衞擋咗。咁啊，嘗試一個反擊，2打3啊。咁啊，77號。可惜過唔到後衞，仍然係咁，但係有隊友嘅 support 嘅情況下，仍然壓制住對手，仍然喺藍線，哎呀咁啱漏咗個波出去，咁啊一個遠射，可惜唔中目標，但係喺另一邊出翻嚟，咁啊傳去中間一個 toe jack 過咗傳波，咁啊但係仍然係未命中目標啊！咁我見到啦 LEW 嘅防守球員咧都好集中咧，你有自己鬆嘅中間咧，令到 V 好二啲咧嘅防守球員啊，佢哋嘅 defense 喺上面有好多機會施射嘅。咁如果再咁嘅話咧，可能會有機會咧俾上面嘅球員咧射我哋所謂嘅 point shot 啦，令到入得分嘅。咁呢度 LEW 喺後面龍門後面咧。控咗波好耐都冇人過去搶個波，想嘗試做一個傳送啦，可惜咧傳咗俾對面 V 好二有一個反擊，轉過嚟左邊。雖然啦，我頭先咁講啦，即係 LEW 嘅防守咧收得好埋啦，但係其實佢哋嘅反擊速度咧一啲都唔慢嘅，因為始終隊裏面咧有幾個咧溜冰係幾快嘅球員嘅，例如咧依家就係依家控緊波2號嘅泰活一個搞唔多，再施射。非常之輕巧嘅一個盤球啊！可惜咧，最後都係過唔到咧。守門員 Kira 一個 toe jack backhand forehand。咁頭先所講啦，就係佢哋咧反擊得非常之快嘅主要原因咧，就係對中嗰幾個控球非常之快球。呢度一射波，一個 V 棒。可惜咧，俾阿 V 好二啲嘅人咧打出翻嚟一個好快嘅追勾，可惜啊，傳送咧有少失誤，唔緊要嘅。呢度咧攞翻3個球員呢邊，俾下碰撞嘅情況之下，呢個波仍然落喺 LEW，唔係喎，睇下喺邊度攞咗波，仲有一個反擊，大概係一個3打3嘅情況，30秒 RSD 夾硬衝落去中間啊，可惜喺度幾下射門嘅情況下咧。都俾守門員嘅 Sumi 咧擋到波，又係一個好快嘅反擊機會，一個1打1，傳到側邊，再傳，一個 backhand 但係射唔中啊，咁啊斜出咗，咁啊又去翻 LEW 嘅後防區，咁啊一個 regroup，咁啊逼搶，一個 D 調 D pass，啊望準斜傳，但係又俾人截咗啊，咁啊因為有人隊友未出藍線，咁啊所以窒咗一窒啊，咁啊。未能組織到呢個攻勢啊！如果唔係都相當危險啊！V 好二啲
又有一個傳送失誤啦，但係可惜唔緊要。咁啊兩個 forecheck 啊，咁一個打板解圍先。咁啊都睇到雙方有啲膠着嘅狀態啊。當比賽去到咁上下啦，而賽果又膠着啦，所以咧兩方嘅體力下降咧，都令到咧雙方嘅失誤啦開始越嚟越多啊。咁啊，要睇下邊個可以喺呢分幾鐘咧把握到對方嘅失誤咧。咁咧，我相信咧都可以為呢個比賽咧成定局噶啦。呢邊又係嘗試一個施射，可惜啊，斜出。咁啊，比賽時間剩翻1分18秒啊。好，咁而家係啦，嗌咗個 time out。咁如果雙方打和嘅情況下呢，會補時就4打4嘅。咁5分鐘。好，咁time out就結束㗎啦。咁啊，雙方又會去翻阿布達比嘅防守區一個 face off。咁邊個二咧贏咗 face off 啦，將個波迎喺呢個進攻區域，係啦。L. Debbie 永遠都會派2個球員咧去逼搶嘅，所以咧好容易就搶到個波。呢邊揾到人上嚟 support， 有一個人喺呢邊 support， 又係 Tyler Wood 嘗試搶中間，然後咧有幾下咧 tip 啦同埋咧 V 板啦，都係咧難到 Kira 嘅呢度。始終射門嘅角度太窄啦，所以咧就算有 V 板啊，都未必可以即刻補射到咯。咁一個face off 又係啦，非常之硬淨啊 ！L. Debbie 嘅球員呢度射一個近柱啊，可惜俾守門員擋到。呢度一個 break out 非常之漂亮啊，用呢個板邊。好啦，一個3打2嘅情況會點做咧？傳俾遠處啊，可惜啊，遠處 V 好二呢個球員咧，暫時未去到呢個位置啊。呢度咧擾攘咗幾下之後咧，個波咧落咗喺呢個 L. Debbie 嘅手中，喺右路發出一個攻勢，已經喺個3打2情況，自己入去轉咗一個 backhand 啊，可惜啊 ！V 好二呢嘅球員咧防守非常之好啊，冇俾機會佢咧 cut 去中間咧施射。咁有一個 icing 嘅情況。咁第3節時間仲有15秒，咁咧依家個波咧將會喺 V 好二呢嘅防守區度咧開嘅。咁15秒都係一個非常危險嘅一個時間啦，因為咧。如果真係俾人入咗嘅話咧，就基本上冇乜時間俾你去再追㗎啦。係咪真係冇受波啊？係啊，咁球證呢度都講翻啦，埃城又冇得換人嘅。好，呢度開 face off， 嘗試一個解圍，另一個埃城。咁啊，時間仲有10秒。咁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可能埃城多幾次啦，咁就將希望啊 V 好二咧將個比賽帶落去 OT 下一個階段。始終啦，個球而家喺佢嘅防守區啦，都未必可以咁快做到進攻。呢度做咗 face off， 都係利用板㗎啦，我相信係冇錯。喺側邊有兩個 L. Debbie 嘅隊員過去搶個波，出到嚟啦，即個咁啊，比賽進入加時啊，黃金入球嘅情況。咁啊，比賽會係以4打4加時5分鐘。咁如果5分鐘過後呢，就會再加時，會3打3嘅。咁啊，比賽嘅
人數咧就會少咗，咁啊相反言之咧就空間就多咗，咁可能咧有啲個人突破能力高嘅球員咧會有啲發揮嘅空間。咁啊，呢個等緊 OT 嘅時間啦。咁各位觀眾，請你哋唔好離開你嘅座位，就算等陣睇完場比賽啊，頒完獎啊，我哋都有現場問答遊戲玩嘅。答中問題咧，有機會獲得海洋公園入門票2張，或者由 Zeta 送出嘅枕頭等等豐富嘅禮品。咁千祈唔好行開啦，就算呢場比賽完咗之後都。哦，好，咁而家因為成人嘅比賽咧，就會以一個3打3嘅，冇時5分鐘，一個試射入網啊！咁就好快啊，短8秒啊！一個 face off 之後一個2打1，真係連個比賽連個集中都未集中到啊，就已經俾 LW 入球啊！咁睇到啱啱所講啦，就係因為加時嘅情況下3打3咧，咁樣一個個人能力嘅表現啊。喺左路帶一個試射，射一個遠處入網。入球嘅係2號啊，頭先已經講過啦。OK， 非常之係需要值得去睇住嘅一個球員啊 ，Tyler Wood。亦都係咧為呢個佢哋隊伍啦貢獻咗好多啦，好多入球同埋助攻嘅一個球員。好咁啊，恭喜晒個 Abu Dhabi 贏得呢個女子組冠軍啊！咁如果有睇上一場比賽嘅觀眾都睇到啦，有時咧冰球嘅比賽就係咁快㗎啦，好似上一場比賽咁，可能11秒就入到第一球。依家加時8秒就已經完結咗比賽。咁啊，都應該睇到教練咧喺呢個休息嘅時段呢一個部署啊。咁啊，呢場比賽非常之刺激啦，0-0呢個比分咧交著咗3個 period 啦，雙方咧都打得非常之用力。非常之勤力同埋非常之可觀性非常之高啦。咁當然啦，中間咧好遺憾地咧就係 Viho Elite咧把握唔到幾次嘅人多打人少嘅機會去得分啦。咁不得不讚咧 LW 嘅防守咧真係做得非常之唔錯。好多時候佢哋嘅板邊波啊，通常咧都會贏到 Viho Elite嘅球員嘅。咁相反啦 ，Viho Elite嘅比較多嘅攻勢咧，通常都喺我哋叫 slot 啦，喺 high slot 嗰個位啦，係一啲施射嘅。因為咧 LW 嘅防守嘅策略咧，可能都係咧將大部分球員咧 squeeze 曬喺龍門口中間去擋住對方射門啦，又或者封住人哋咧喺中間最有威脅嘅人嘅。咁呢場比賽證明咗佢哋嘅戰術咧做得非常之成功啊！咁即將會係一個頒獎嘅典禮啦。咁有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先，有嘉里建設有限公司可持續發展及傳訊高級總監林慧君小姐。另外 ，MegaBox 高級總監吳海婷先生。咁而家會頒發女子組亞軍隊伍 Viho Elite。
好，咁啊，恭喜我哋女子組嘅冠軍隊伍。阿布達比。咁之後呢，會再頒發一個個人嘅獎項嘅。最佳守門員啊，阿布達比20號 Sumi Chow。最佳後衛，阿布達比3號 Cameron Wong。最佳前鋒 WeHo Elite Tracy Wong。最有價值球員阿布達比2號 Taylor Woods， 咁佢實至名歸啊！咁啊入咗 game winning goal， 咁喺加時嘅時候以8秒就完成咗呢個入球啊！咁所有球員呢都會得到喜療妥及喜療巴贊助，總值高達800蚊嘅產品啦，仲有 K-Swift 贊助嘅 coupon 同埋One the World 贊助嘅運動背囊，仲有 SATA 贊助嘅舒達記憶棉。各位觀眾，唔好行開啦。之後呢會有 Asian B East 嘅決賽，會由 CSA 對 Lift of Shadow。同埋所有觀眾亦唔好行開啦！一陣呢會有一個有獎問答遊戲，會得到海洋公園贊助嘅門票2張，或者SATA 贊助嘅記憶枕，同埋其他豐富嘅獎品嘅。
再一次恭喜女子組冠軍阿布達比。而家會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睇精彩嘅比賽。